兄姐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吼，平安即马变作要紧的对无？哦，咱看乌克兰安尼吼，咱毋知心有平安无吼？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诶，透过无平安的吼，这首诗歌讲叫咱会通有平安吼。咱因为伊我，所以咱无惊吓。咱用这首诗歌来学了咱的主，咱的上帝，伊是个我的主。来，手接我来。因为我会面对明仔，因为我不惊吓，我确实知，为掌管明仔，我命中没人忙，因为个我，因为我会面对明仔，因为我不惊吓，我确实知，伊掌管明仔，我命中没人忙，因为个我。来，姊妹来。兄弟来想看觅讲，因为我会通平安无？我不惊吓，我确实知，伊掌管明仔，我命中无人忙，因兄弟准备，因为我会面对明仔，因为我不惊吓，我确实知，伊掌管明仔，我命中无人忙，因为个我确实知做伙来。我确实知，伊掌管明仔，我命中无人忙，因为个我。咱拍拍将荣耀归于咱的主，各位主，活伫咱的中间的主，咱要来感谢俄罗，咱来献上咱的软弱伫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咱，来刷开一切软弱。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上主应该受称赞，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上主是我的归力，我的盾牌，我靠伊。上主帮助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诗歌称赞伊。我有对你摆列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你也看咱的主上帝是偌尔好吼，听咱的祈祷，搁咧，想事你开力，伊是啥？盾牌，互你会通抵挡这个攻击，也互你会通倚靠。诚做你随时的帮衬，所以咱唔通互遐个塔碍来阻挡即个开力稳定伫咱的中间。所以咱的承认讲主啊，我伫你的面前有亏欠无，有隐瞒的罪，隐瞒的歹也无，求主来赦免。好，咱来开声来祈祷会通直接来学了感谢这位上帝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专心来敬拜，开声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俄罗你，你是拯救阮的，你是赏赐阮平安的。伫阮心肝无平安的时阵，你赏赐互阮平安；伫阮拄着患难困苦的时，你用你的圣手来成做阮的盾牌牙罩保护。伫阮行无路的时，你来引带阮稳定的道路。
因为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遮，因为你无看到阮的罪，就去杀阮。等到伫阮做罪人的时，你来拯救阮，互阮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当得福音的好处，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阮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对过去到现在，阮人生路拢有主你的陪伴。伫阮也毋捌你的时阵，你就找见侪阮四周围的人，互阮会通捌主你的恩典，知影你所要享受互阮的永远的福气。今仔阮得到，阮会通成做你的妻婴，来祝福这个世代。袂当对人讲你是帮赞、快乐、瓦靠、甲供应阮到了有春恩典的上帝。你也伫阮做有罪人的时阵，无去杀阮，你伫十字架顶来牺牲，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你受恩的宝座前，大大开喙，称赞阿乐，因为阮是天父上帝的囝儿。感谢主，互阮有这个福分来敬拜，愿主你恩典祝福伫阮的中间，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也要为着咱的心灵的需要来祈祷，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来。善车人求救，上主有听见，叫伊脱离一切的艰难。上主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会视为载赢，叫伊脱出困境，亲身体验就知上主真好。找伊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你需要啥物？伫心灵最近咱有做这兄弟吼，要入去工厂施压个，去开刀啦，去施压个者安尼吼。所以伫遮咱为着因来祈祷啦，入去咧整修的中间，伫受医治的中间，无惊吓伫各项的代志即马即个世代咱看经济受影响，工作会受影响，课业嘛会受影响，有个无共款新的学习线上的学习，咱伫分中即个兄弟紧落来已经伫地面上较平安啦所以会通来实体来做礼拜咱也甲人中间的关系，因为你若敢若求咱线上甲兄弟姊妹就较无这个互动，咱为着咱的心灵来祈祷求上帝，互咱的灵魂体拢得到形成。如果你有需要互咱同工长老为着你来祈祷服侍，你会通徛起来伫遮来为着你来祝福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也是你坐地换手伫你无爽快所在，你的心，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恳求你伊的关联充满，甲咱三甲同在。主啊，你是阮的山寨，你是阮伫这要接受这治疗的过程的中间，阮的心检才有惊吓。主啊，你伊的关联充满，特别甲这个伫病房特别开刀的，特别伫遐来整修伊的身躯的。愿恳求你伊的关联充满，甲面纱甲同在。你知影因的心情惊吓不安，你知影因对未来的路有遐挑战甲困境。愿主你来施恩祝福，你伊的充满，互因信心来坚固，互因知影你的疼无离开。愿主你来拄去伫阮中间，做这影响阮领受你恩典的。你要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看顾阮心灵的上帝，你不但互阮有外在丰富的恩典资源，你也要互阮知影安怎伫遮有内心的平安，因为你就是享受平安的主，你享受平安的意念，互阮面对着这的患难、困苦、病痛，你的话甲阮讲，拢袂通互你的痛来隔断。愿主你来祝福。特别阮的兄弟姊妹最近伫病房的，直直甲性命伫挣扎，也要接受电疗、治疗、化疗，这个兄弟要开刀，愿恳求你的平安甲因三甲同在，
特别当事者也是这亲人，伫迄担忧中间，阮无用跨路来过阮的日日，因为这跨路袂互阮加阮的气息、阮的性命15分钟。愿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的焦点放伫主，你是会医治、供应、赏赐、引带、祝福满满的主上帝。向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也要为着主日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我的嘴唇要上赞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咱要为着这牧者中级团队同心合意来祈祷，也为着牧师这牧者团队来祈祷，愿免伫遮来安怎引带大家伫信仰的造就来拄着咱的主上帝。咱也为着个人咱透过读经、迦南之声你的灵修。甲上帝有建立好的关系咱为着即马咱的医疗咨询团队伫图书馆遐伫服务，由主来属因，也互过来小会下晡对这隔壁这三有甲咱社教会装修的这仪计，以及了后牧者团队甲这个小会员的座谈，伫讲起咱教会未来。咱也为着后主开始迦南咱的门徒的训练这列车要开始有这个课程，咱也为着咱家己甲上帝中间迄灵命的一个连结求上帝来帮助，互咱会通做伙来参加祈祷会。除了礼拜的祈祷咱有拜三的祈祷，咱伫迄中间咱未来若较侪人，咱会安排。伫迄中间嘛有做伙两三人做伙祈祷这伫这计划中间咱恳求上帝来帮助。你有偌久无参加祈祷会、祈祷见证会，是毋是互咱慢慢地咱的信仰伫迄中间的灵心倒退？求上帝来帮助，搁一遍来复兴咱做伙起立，咱伫遮来祈祷。咱恳求主来帮助咱，搁一定来点到迄个属灵的火伫咱的内底。咱开声来祈祷，就主，阮奉你名，阮做伙来学乐来敬拜。伫主日，伫即个这段，伫即个礼拜，互阮会通较无亲像落现无溪水来，较无你的话，伫遮来亲近你来。主啊，恳求你来受恩所，透过主日，透过阮甲你三甲的敬拜，对你的敬拜，互你来感纳。阮伫面对这世代挑战中间，你的话要引带阮、提醒阮、感动阮。哈利路亚，阮听阮的祈祷。掌管万行有，赏赐侪侪恩典。互你受恩的囝儿，会当透过感谢、恳求、祈祷，你就将迄个出人意外、平安的意念，甲你的医治供应，透过阮同心的祈求，你赏赐伫阮的中间，互阮更较认捌你是为阮性命，为着阮人生征战的上主。阮主你来受阮祝福，互阮伫这礼拜过程中间，你的话就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赏赐阮有亲像落hin无溪水迄款较无来hin无你的话，因为你的话都有医治、溃烂甲权柄。阮啊，即时要同心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
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无论啥境遇。我专心信靠我主，烦恼拢消除。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用心好朋友，真正好朋友，我完全信靠，对他到永远。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我专心信靠我主，无论啥境遇。我专心信靠我主，烦恼拢消除。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无论啥境遇。我专心信靠我主，烦恼拢消除。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用心好朋友，真正好朋友，我完全信靠，对他到永远。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用心好朋友，真正好朋友，我完全信靠，对他到永远。行过黑暗心山谷，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我专心信靠我主，完全免挂虑。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主，咱用掌声将财经要归还阿爸父上帝。哈利路亚！听遐济，听济，恳求主伫咱的生命当中有更较济帮助，互咱有更较济奉献，互主国的权能大大来彰显。一直到主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主啊，我袂学落你，我袂较无你。我袂来军队你，因为主会成就你的国，因为伊是真正的主，真正的王。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互人尊叹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冤过唔捌你，求你予我一光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若无你的旨意，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冤过唔捌你，求你予我一挂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
星星请帮赞我，是客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当心当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赞我，是客大领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我的心脚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脚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赞我，是客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当心当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赞我，是客大领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赞我，是客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当心当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赞我，是客大领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多多为你来活。伫咱人生的旅途中，总是有苦痛，有劳苦，有孤单，嘛无助，有得时，不得时，咱拢需要有主来陪伴。不过，咱毋免惊，主的确要用伊的大权能，伊的主爱双手来引带。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顶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风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寒，我一生我心要跟伊行。伊会听阮放在心肝内，
有耶稣的人家己会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着快活。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顶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风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寒，阮一心决心要对伊行。伊会听阮藏在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家己会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着快活。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咱的心免着惊。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主耶稣，你讲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有平安。你讲叫阮毋免惊，只着信。主啊，信你的人的确有生业技术来对应。主，阮是你所拯救。也你赏赐信心，互阮伫这军队的正经日，互阮三甲组织学乐敬拜，透过这诗歌学乐敬拜，将一切荣耀归乎你，将你的平安赏赐伫阮的中间，互阮会通伫这用敬虔的心来敬拜，无这做的颠盘甲交叉，互阮会通伫这专心仰望主。互阮自行看主耶稣，互阮无放大阮所拄着的困境，因为阮心内所信的主比外口这个困境更较大。天父上帝，阮将今仔日礼拜仰望交托你的神来引带阮，透过你的话、人物的真理，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也阮伫这个世代困难的中间游玩，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为着阮来拯救。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请咱三起立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74首。我羡慕真理的神。
我羡慕真理的心，求你引导我来面，叫使我心目道理，耶和华明别成志。我羡慕听堂的心，求你引导我来面。会度罪孽，心思有为变成洁。我羡慕平安的心，求你引导我来面，洗净条条心袂净，念你是的你安宁。我羡慕关灵的心，求你引导我来面，他情无赞袂为在，可你真切免受害。我羡慕欢喜的心，求你引导我来面。山甲旷野，高野万我落感谢。阿门。请咱议员徛伫三角同心来祈祷。天父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面前，主啊，献上阮的感谢，因为若毋是你的听，照着耶稣基督救恩，阮无法度来领受上帝你遮尔疼的恩典。主啊，帮助阮用欢喜的心进入你的殿，用懊恼进入你的院。主啊，用阮心甲心识来敬拜你。主啊，特别是今仔日是主你所定着的日，我哋中间爱靠着主来欢喜快乐。虽然世间有种种的争战，虽然疫情也未来过去。总是你的平安，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内，真侪阮的快乐，真侪阮向前跑走的动力。主，阮感谢你，你爱阮刚强壮大，你爱阮无惊吓，让你为阮所踩的标来跑走。主，阮即时你的正经里到你的面前，若是献上阮的感谢，也要搁一摆讲，主，阮要倚靠你过阮人生的路站。主啊，帮助阮在困难的中间，呼求你的名。主啊，你就应允阮。主啊，当阮祈求你，主啊，你就互阮找着。主啊，我伫困难的中间，你替阮开一条各新各活的路。主啊，因为你就是阮的盼望，你就是阮的倚靠，你就是阮的石盘。主啊，阮感谢你的名。主啊，所以这个时，阮特别为着阮家己的罪，你来祈求。主啊，你的应允，阮若承认阮的过犯，主啊，你要赦免阮拢总的罪，你也要医治阮拢总的病痛。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咧旷野开道路的主，你也是医治阮所有病痛的主。主啊，你讲，阮若信靠你，主啊，阮若遵行你的命令，你无将遐一切咧埃及人的身上的病来，互阮来得着。主啊，你甚至要医治阮到完全。主帮助阮的教会，主啊，互阮会当在灵命成长顶面，靠主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主啊，帮助阮教会中间所要推动各项的事工，靠着主来得胜。主啊，无论是阿卡佩小组，还是本州的小会，还是插会部分种种的训练，主啊，拢要来起助阮真侪你上帝国的顶台。主啊，帮助阮，主啊，因为阮知我靠阮袂当做啥物，总是我靠信心的溃烂，阮逐项拢会。主啊，说在这个时也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灵命得到更新。主啊，阮无若参加早起的祈祷。主啊，互阮来经历上帝你的大权能。主啊，相信我每一天都会当经历主你的疼痛，经历主你的更新和变化。因为你的话甲阮讲，阮逐天拢是新的。主啊，帮助阮在今仔日的敬拜中间，甲你相拄，透过无者的分享，透过阮的敬拜，主啊，你更新变化阮，阮逐天都会当跟对主你来跑走。献上我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
请坐。这时，咱要参加来课印，课印文第29篇，也是对着诗篇第119篇来。行为无通指责，生活遵行上主的。这声，这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这声，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要安怎生活顺格？上主啊，我要专心追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我会福，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是阮甲是我，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对你的应允，我得到活命。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早就伫苦难中灭无。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规日哪念哪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连戆直的人嘛会了解，你的公义煞到永远。你的律法真实。这时，咱要来请长笛班来，子弟班来献诗阿罗上帝。
今日赞美歌词讲，主赐给予咱来拍咱迄张投影片来，多一张歌词。主赐予我无动摇的信心。头尾一句讲啥？头尾一句，只要相信，就要得到。咱大声来宣告：我会祈祷，我会祈祷，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要得到。来，我会祈祷，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要得到。咱三个来看上帝话，今仔日咱要所看是《约书亚记》第23章第1节到16节。《约书亚记》第23章第1节到16节的所在，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按照我来读，上主予以色列人享受太平，无受四围对敌的攻击。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约书亚年老，伊召集全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甲官长，对因讲：我已经年老了，恁有看到上主恁的上帝为着恁对遐个国所做一切事，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为恁交战。我所消灭遐个国家的土地，对约旦河到西边地中海，包括也未征服的国，我已经抽签分予恁达支族做家业。第5节，上主恁的上帝要为着恁将因赶走离开恁，恁就会照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应允，得到因的土地做家业。所以恁着加倍勇敢，忠实遵行摩西律法的册所有的记载，唔通偏左偏右。恁中间也未互恁征服的国，恁唔通甲因交叉，唔通提起因的生命的名，唔通指因咒詛，唔通服侍因，唔通跪拜因。恁着忠心，无离开上主恁的上帝，亲像恁过去到现在拢安尼做。因为上主已经将大国强的国对恁的面前赶走，到今仔日无一人会当对抗恁。恁一个人会当赶走1000人，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照伊对恁的应允为恁交战。再者，恁着谨慎，着听上主恁的上帝。恁若越早离开上主，甲伫恁中间留落来人民交叉，甲因通婚往来，恁着确实知，上主恁的上帝一定无要将遐个人民对恁的面前赶走，因会诚做恁的罗网圈套，拍恁的边，目睭内的刺，直到恁对上主恁的上帝赐予恁即个水的土地消灭。14节，当我要行世间人拢着行的路，恁确实知，上主恁的上帝应允要互恁的福气，无一项落空，拢实现伫恁身上。上主恁的上帝所应允一切福气，安怎临到恁？上主嘛安尼，互逐款的灾厄到伫恁，直到上主恁的上帝，甲恁对伊赏赐恁即个水的土地度灭。恁若违背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约，去服侍跪拜别的神明，上主也会对恁发生气。恁会真紧对伊赏赐互恁即个水的地灭亡。以上，这时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李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挑战。请咱同心来祈祷。做阮人生充满侪只的无法度去掠条，也是有聊的挑战。求你来帮助阮，互我会通对你的话，而且来帮助阮面对每一个征战的中间，拢会通靠主得胜。开阮的心窍，会通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互戆得的人会通通达。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做伙要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看见咱人生有侪侪遮个挑战。我毋知影对咱的挑战你即马在拄着的是啥物款的挑战？对于玉民兄来讲，伊即马要做疗程嘛，
对吧？对叶芬兄，伊3月初要去开刀，对庄贤兄来讲，伊伫病房要甲即个血路通透的即个脑部伫遐来征战。对你来讲，毋知有啥物款的挑战无？对牧师来讲，嘛有真侪挑战。咱若看周报，有迄个回报人数，毋知有确实无？所以东工就问我牧师最近人数安尼那遐济要安怎？这对牧师，啥物人负责？主任牧师伫遐面对嘛。所以就咧问，你线上礼拜有报无？咱小组长有确实伫遐来汇报无？咱线上的兄弟，你有伫遐汇报？若无就受产生者的也是讲咱无来教伫教会，是毋是对咱的信仰嘛会通正做一个挑战？这拢是咱要安怎去伫遐来面对所以兄弟姊妹，咱也看到即礼拜、顶礼拜咱有看到伫乌克兰、俄罗斯伫遐来甲因交战。所以伫迄交战中间，侪人丧失因的性命啦，无命，阁有侪人伫迄个共款的信仰，虽然无共款的一寡仪式的中间，伫遐有即个征战，所以互侪遮的人的性命来失去顶回我甲咱三个分享，我讲遮甲咱有啥物款的地带啦？敢有啥物关系？有无？有人讲无，有人讲有。有迄个川普讲恁台湾也较细腻对吧？看中国可能会趁机伫遐甲咱影响甲咱攻击安尼所以有真侪遮咱就开始伫遐烦恼呢，对吧？所以有当时咱会感觉，迄是迄个欧洲遐的代志啦，甲咱无啥物关联啦。对着咱未来，咱嘛毋知影讲，咱会安怎去面对。所以伫遮兄弟姊妹，咱来看，伫迄个经济学人即个杂志伫迄中间来评论，就是讲即个普丁即个俄罗斯的工人，伊安怎伫遐来引导即个战争，然后对因来讲赢着民主。当时失去啥？内力去失去安尼啦赢了面子还失了里子，对讲赢民主啦，有啦，我有民主嘛，但是迄内力煞怎无去安尼啦最近你有看到新闻讲迄个联合国的安理会是拢伫迄咧负责讲，看全世界一寡遮的冲突的时阵，会当互伊看会当平安的袂啦。最近伫遮有决定讲提出一个对俄罗斯伫遐来谴责啦。毋问伊爱赶紧伫遐退兵总是咱知影讲有通过无？无啦，为虾米？伊当职伊有否决权这足奇怪，你知无？伊有迄个否决权的否决的权利。搁中国、印度、搁阿拉伯遐嘛弃权，所以这个谴责案其实无啥物效力，无过啦。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其实伊无啥物影响，但是对经济学人来看讲，其实有影响。对伊未来伊的经济有影响无？有。即马像讲咱嘛小可咧做一个谴责，所以晶片迄个晶片迄个片应用伫车、应用伫各方面的，咱拢会甲限制。美国啦、英国啦，其他的国家拢联合起来，所以对伊来讲，其实嘛有损失啦。因为民间嘛有侪人开始伫遐咧游行、咧示威。即个要促使本来迄个北约迄个北约即个联合的一个组织本来就强免脑死你知道？免脑死无啥物作用但是因为安尼，遮个国家做伙团结起来。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面对着
乌克兰因即马的挑战是啥物？要安怎生存落去啊？啊！你即马伫1968年的1月底，迄个北越越南北越，伊对美军来做突袭，就是讲突然间发动即个攻击。啊，这是真有名历史上的即个过年的攻势啦过去啦，过年好，安尼咱休困莫相拍啊。过年了，甲佮讲啊，结果迄个北部的越南遮怎安怎趁机会因咧休困咧庆祝的时阵，怎甲结落安尼所以伫咧中间用8万大军来攻击遮个100外个城镇的时阵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相片虽然美军伊伫拄啊开始安尼真无法度去应付措手不及就像安尼袂赴去应对。总是每一遍伊拢有通伫遮来拍退遮个敌人。伫头一礼拜因虽然有死差不多1000外人，但是对于遮个北越的军兵来讲，是死差不多35000人安尼咱看好亲像美军赢啦，但是到上尾咱看有真侪遮个战争，包括越战到尾伊拢是规场安怎输去啊？为什么？其实这是有一个影响，就是讲对美国来讲，因是参与伫迄个有限的赛局啦就种我有一个对手，我有一个目的，我有一个规则，我即场会拍结束。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对手但是对越南即北越来讲因是因继续伫咧战争，为着因的生存如果你若为着你的生存，毋是拍一局的即个比赛尔，你是为着要生存，所以我想办法，我就是要甲你伫遐来应战总是遮美军因是互派去迄个所在，伫遐咧比参与伫即个赛局内底所以伫遮咱看讲，互遮美军像打入伫即个鹿谷梅因无法度伫迄中间来脱身，所以这就是美军因伫迄个越南战争的中间迄款的困境因想要伫遐来得胜，总是北越遮的人就是要为着活，一个要为着赢，总是一个要为着活伫遮来战，看啥物人挡较久。安尼有了解所以为着无共款的即个赛局的中间，咱看讲，咱人生所面对的嘛是好亲像一个限时的赛局。上帝互你有啥物款的年日偌久？今仔咱有报一个消息，就说咱的邱美智QBD 这一个先生91岁我感这是长岁寿啦对你来讲，人生的坎站差不多偌久？咱好亲像有一场有限的赛局，对吧？你的年龄会通到偌久？那对摩西来讲，伊咧讲啥？人一生的年日70岁，永壮，总是其中所看到的是劳苦忧愁啦，做这烦恼啦不过感谢主，咱有上帝稳定，甲咱三甲同在所以对咱来讲，这人生的赛局，毋是一个有限，是会通连接到伫无限的赛局这就是看你对这位上帝有啥物款的联系无约书亚其实伊伫要过身的时阵你知影无？这段圣经甲24章是伊咧讲遗言，所以人讲人之将死安怎？所以人若要过赶紧语重心长，就讲你足要紧将这你心肝内要讲的话，有甲交代清楚无？这段圣经是约书亚伫交代伊的后壁我过来无法度陪伴恁无法度搁引带恁所以恁爱好好斟酌用上帝话，亲像拄仔咱看讲，亲像你骹前的顶路上的光伫遮来引带。所以咱来看讲，你人生的一个赛局，也是你人生的路径，你安怎伫遮来经过？你若是一直看到遐困境，我甲你讲，你活袂落，你无法度继续行落。
所以咱头一个就讲，你要安怎来孝顺？你对出世一直到今嘛吼，今年咱做伙来学习哦。你传一本簿啊，一本笔记簿。啊，咱来想看，你若想会到的，过去你所经历、你所想到的、经历过这个文典，你甲写落来。啊，一年落来，咱甲试看卖，讲你有上帝偌济文典伫你所求、所想的这个代志的顶面哦。所以我邀请咱做伙吼来试看卖啊吼，你记录还是会当记伫你的手机的备忘录吼。第二就是讲，咱要哪，互迄个阻挡咱的文典吼入来的一个破壳吼。啊，你嘛甲记落来，讲有啥物会影响我领受上帝文典破壳？这个阻挡大概也无啦吼。所以咱来看吼，约书亚拄啊伫23章内底，伊其实就在提醒咱吼，提醒这以色列百姓，所以甲所有的这个领袖官长、这个审判官、这个人民，拢带来到伫上帝面头前。特别24章就讲。因带来到上帝的面头前，毋是干那带来到伫伊的面头前哦。啊，伫啥物所在？你若要知3月初2迦南之声，你去听看卖吼。牧师咧准备遮拢爱开真侪时间吼，所以伫遮咱来想看卖。约书亚吼，伊安尼吼，一直安尼要死进前吼。真正安尼交代啊，吩咐，亲像摩西嘛是共款哦。申命记，啥物叫申命记？我搁一遍甲你讲啦，吼！啊，你都爱听老大人的话啦，啊若无啊，吃亏安怎？食亏伫眼前啊！吼，所以咱来想看卖啊，你甲上帝中间即款的领受福分的一个破壳，还是讲阻挡、大概是啥物啊？吼，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约书亚，伊透过上帝话甲伊提醒哦。你也知影，咱若对迄个民间宗教信仰来信主吼，有当时啊，遐个旧姓、遐个一寡只习俗，拢会搁影响咱啊。有同意无？有啦，有当时啊，嫁娶，有当时啊，真侪只个习俗，拢会影响阮。像阮细汉，阮伫迄个拜拜家庭中间。如果你若信仰若无真深哦，连命我会连接到这种伫迄个婚姻的顶面，总是伫遮咱有看用以色列因拄啊对充满这拜偶像的埃及出来，即马搁要进入到伫一个充满拜偶像的迦南地哦。所以上帝要伫因的生命中间，对旷野开始伫遐操练因，袂使乌白拜。你黑白拜到互迄个连接拜偶像的咒诅，遐个无好的就进入伫你的生活内底哦。所以伫遮咱看讲，约书亚咧帮赞遮个百姓吼，伊即马要过身啊，伊活几岁？过一遍来提醒啊，几岁？摩西活120岁，啊伊活几岁？啊，拢行80，搁加30啦，啊几岁？81岁啦，甲你的边仔讲，约书亚活81岁啦。哦，记好条哦。哦，啊，你会当活82岁，免牙乖啊，搁会收厝税，安尼好毋好？当然嘛好哦，总是可能无法度如咱吼，总是无一定嘛，对吧？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伫交代讲吼，你若入去吼，袂使参插因遐个文化风俗，特别因的宗教吼，有充满侪遮个淫乱。所以伫迄中间，性的道德败坏啦，所以淫乱、性酒醉，所以伫迄中间，伊也提醒因讲啥物？咱做下读来，你着遵守我的命令，正免恁去对以前的子民通厌恶的风俗，煞拍拉三家己，我就是上主。恁的上帝，约书亚在提醒讲，伫遐文化风俗习惯会影响哦。我捌讲过，毋知恁会记袂？我有一遍去参加这婚宴吼，迄个主家也是信主的，
孙啊，要娶。阮坐伫头前啊，了有歌舞团去哩，佫穿甲很清凉吼。我甲无想到，阮一寡单工食无几厝，阮就硫酸啦吼，坐袂落啊，你知哦。所以有当时啊，咱有看讲会受到这世俗啊，这风俗伫迄中间来影响吼。第二就是讲伫宗教的破起来中间。因族哦，伫遮来拜偶像，伫迄个拜偶像的时阵，常常甲性、甲遮个因缘有交杂，所以有真侪遮查甫人因去庙仔拜拜，了后找遮个庙的妓女，叫做庙妓吼。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就产生真侪遮个宗教上会败坏对立，佫有另外为着要得到遮个丰收，因的经济较好诶，所以伫遮安怎？伫遮就会去拜啦，拜巴力，甚至将活活的人伫遮来献祭吼，要得到迄个利益，咱做来读，伊就将要煞接伊做王的大囝，伫城顶献做烧化祭，这是啥物意思？你知无？就甲伊的大囝要接伊的活活甲烧死，献互迄个神明来求啥？胜利也好，求利益安尼吼。所以这是当时迦南宗教有诶要献囡仔吼，所以圣经内底就安怎讲来，你毋通烧家己诶囝查某囝献做祭，惊邪术、卜卦、看命、做西公、画符、做动机、做倒头、牵亡，所有做这个事诶人，拢是上帝所厌恶。遐个民族因为做这个事，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面前甲因赶走。你知影这有影响后世代无？你会想到对一个王，伊为着要见啥物人，然后来牵亡扫罗王，对无？所以伫这中间，咱讲这个是有连续性的影响哦。所以伫遮咱若过去。我伫这个 FB 内底嘛有看，明明伊都哪像信徒啊，伊嘛捌来做过礼拜啊，总是伊伫分享中间那做老高婆，对吧？有可能啦吼。所以有当时真两难的中间，对咱做事大人的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约书亚伊嘛伫提醒哦。恁伫恁的婚姻顶面，恁毋通甲遮个留落来厝民有交叉有通婚。其实阮兜，我捌讲过，阮妈妈信主嘛，熟悉阮爸爸，过去阮爸爸的家庭吼，就迄个信仰无坚定，对咧拜，后来讲考倒医生，面对一个遮困难。好无简单，倒转来伫这信仰祈祷五分钟，上帝医治伊变一个人了后，安怎去坚持？总是嘛有面对真侪这挑战吼。毋过你阁会记袂？我就讲，阮阿嬷就去派出所告阮老母是讲，你著嫁入来嫁鸡随鸡嘛，你嫁入阮兜，你著爱倒咧拜啊这伫古早的这个传统的思想就是安尼啦。但是去到迄个所在警察甲讲，恁大家互我赶转去啊，因为宗教安怎自由啦。但是迄个心内有真侪遮个困扰，你知无？有真侪遮个需要去面对的征战挑战。兄弟姊妹，所以真正咱要为着囡仔的婚姻的时阵佫无法度讲，咱只有用啥？祈祷啊，上帝来做较紧啦所以咱若一直甲吵念。拗念，伊就你搁念，我就无爱带，无爱嫁。所以足难的所以伫遮咱看，如果若通婚的结果就是迄款咱所有的魂的连结，透过性的关系，遐个过去遐个无好的就进入到伫咱的内底因家族上内底遐个好的无好的，拢会因为即个婚姻的关系。甲咱这边伫遐来连结所以两人成做一体，所以就爱共同承受遐伫过去也是属灵的顶面迄款的一个影响力所
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真注意，约书亚嘛是提醒吼，讲恁着爱伫咧中间来持守。这实在是咱的挑战甲困境。总是约书亚在提醒哦，伫这段期间，咱会通得到什么款的福音？就是伊伫孝顺上帝过去安怎伫因的中间的恩典。对一开始一直到正义到伫应允的所在，上帝拢甲咱三甲同在。上帝与我们，甲你下边讲，上帝甲咱三甲同在。所以迄个以马内利在讲啥？耶稣在讲啥？上帝甲，即咧讲种我们，咱是上帝所看重的宝贝哦。所以伫遮，咱头一个，伫你的人生过程中，对我邀请来讲，甲你所经历的恩典伫遐来写落来。约书亚伫遐来孝顺上帝，安怎对？好，头前遐莫讲啦，带新的一代，然后要过约旦河头一个，对吧？脚一踏落，然后咧水就分开。这个百姓爱伫后壁走1公里，对约柜对互调啦。所以伫迄个山轮啊顶检查，伊就通看到啥？看到这个祭司跟约柜，然后脚稳着水的时阵，水墙就伫遐来徛在。哦，因毋捌经过红海的生涯，总是即个时阵因经历啥约旦河，所以走过约旦河，毋是守过哦。吼，所以伫遮咱看讲亚利哥散步一个画画的，哇！上帝互因无用一兵一卒就攻打着即个亚利哥城，会记要射一零偌久？15分，上帝若叫你射下射，好毋好？是下射一零偌久8.2小时，8点钟哦，射落就掉沙就翘起啊吼。所以你若想讲上帝有奇妙无？上帝拢用无共款的方式，正日开始玛纳停止，开始互你食啥？土产啦，对无？开始要毋知有土鸡啊无吼？对。后壁讲啥？连遮的建筑拢毋是恁的，遮的城拢毋是恁起的哦，拢是我哦。所以后壁的经文就伫讲上帝是安怎恩待遮的人哦。过来咧，火弹对吧？冰雹来攻遮的对敌，哇！安怎互遮的日时会当延长，然后咧？互因继续伫遮来安怎拍遮个敌人哦？上帝咧控制掌管遮个宇宙万物哦。上帝嘛用无人机，你知无？伫迄个圣经内底讲伊找啥？方法是啥？圣经讲哦，台语会讲虎头蜂，安尼是毋是无人机？伫遐吼，遐对敌安怎吼？是啊，惊甲魂不附体了哦，因就拍赢哦。所以即摆啥物无人机，上帝早就吼，迄个导弹遐无人机有啊，你若看安尼就足趣味哦。所以伫遮互咱看讲，你来孝顺上帝，伫你的性命有啥物款的稳定吼？咱来读即句来。当我要行世间人拢要行的路，恁较实在。上主，恁的上帝应允要互恁的福气，无一项落空，拢实现伫恁身上。这个就是上帝哦，对古早一直到现在讲，无一项无实现的啦。除了安怎，因去偷摕啥战利品，有小可动辄啦，对不？稍微耽搁，小可动辄者，总是安怎？上帝给他们有没有？上帝福音实现哦。来，阮目睭刻10秒钟，你想一下，你有想到上帝伫你人生的过程，对一项破病，还是对一项无顺人，伊互你经历迄个稳定啊？感谢主哦，咱目睭会当天开啊！你目睭会当天开，是毋是一个稳定？你即摆佫有通喘气，是毋是一个稳定？有啦，若对庄严兄来讲，伊即摆挑战嘛，对吧？目睭会当安尼
咱自由天开，这是一个恩典，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孝顺吼，孝顺上帝伫你的心中的中间有啥物款的恩典，你拢会通甲写落来。你爱孝顺恩典了后，圣经讲三项毋通做，头一项就是啥，毋通甲留落来这自面，哦，伫遐来通婚。第二安怎，毋通提起因的性命，毋通讲我为了尊重我甲你拜者。遐个雕刻的是上帝交代互人、吩咐人伫遐来管理，毋是叫你互遐管理，互遐束缚。第三，毋通侍奉，毋通去跪拜遮个生命，毋通对遮个生命来咒詛。咱过去咱检查像我做观音妈的客囝过，所以伫迄中间有一个立约。24章上帝透过约书亚叫因过一遍甲伊立约，伫迄个所在，伫迄个应允的地。所以伫遮有三不做三，毋通足要紧的，这影响人后壁。要避免三项错误，就是上帝话你若无听。然后像阿干影响36个家庭，因兜安怎全部拢灭无，也致到因头一场的失败。第二，无求问上帝，因拄着头一遍的诈骗集团，对吧？会记倒一个诈骗集团，欺骗，对吧？规定来啊，毋是集团无啥，对吧？穿破破烂烂，啊，摕迄个臭铺生菇的食物，阮是对种远来啦。因为安尼怎无小心来纠正无问上帝，没有问上帝，对吧？立迄个约，所以这影响因后壁第三，造成误会，误会开始内斗，开始要相拍，你知？我咧讲啥，恁知无？这两个支派半，因本来伫约旦河东边。因分土地啊无，分呢？约书亚要求因讲来9个支派半未得着，恁爱做伙来。我刚都捌讲过，你毋知过会记？恁爱做啥？先锋呢？先锋爱举武器走伫头前，迄个死的几率较悬较大，对无？我要放某放囝，我阁有土地我敢就爱甲恁去相战？人替恁付出，所以分享，所以因怎对真正有，即马拢完成了对无？班师回朝对无？倒来到伫要见某囝转去因就感觉讲，哇，大部分拢伫约旦河西，阮即边安尼袂使，行后一代袂记得上帝，所以呢，起一个祭坛，无去无代志，起落安怎？全代志了了。为什么？这个九个支派半就听讲恁家己去要拜偶像还是无？所以怎要去甲因拍呢？无先沟通对无？先派一寡人去，然后呢，恁是家己私设祭坛，佫设了比因会较好。所以原来讲，哎呀，阮是惊安怎？阮的后一代袂记得上帝啦，所以阮这去祭坛是要献祭，要敬拜上帝误会了。所以因为安尼了，大家安怎？皆大欢喜，拢欢喜，所以因就转去。所以伫遮有当时沟通无实，造成遮个误会第三，约书亚在提醒伊讲你若要行通顺利你阁甲上帝安怎？对调啦，搁揽调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兄弟姊妹，上帝透过伊的话伫遮来帮助咱，就因过约旦河一直到即个约书亚伫尾伫即个事件的所在伫遮来吩咐伫遮你知影即个事件对因来讲是足要紧的，你若要知影要紧。请你听3月初2的迦南之声我今日无要讲，总是这个所在对后壁人开始到因拢是足要紧。这嘛在提醒伊讲，恁着爱
对耶稣对调调的意思啦。过去对上帝，今仔耶稣诚做咱拯救，无互这疫情，无互这个环境，无互迄个病痛伫遐影响你，来失去你对上帝的信。所以拄啊，咱的聚会讲，迄个无也是咱的子弟团，拄啊分的是啥？题目是啥？恁拢听拢袂记了。不动摇的什么？无摇动的信心啦，这是第一场的一个回应诗啦吼。所以伫遮咱讲，无因为环境的变化，检测咱面临未来有战争啊无战争，咱毋知。总是互咱知影讲，无因为这环境变动来影响咱对上帝迄个信心。啊，你即摆，所以咱着安怎忠心忠诚，咱做会读来。恁着忠诚，无离开上主，恁的上帝，亲像恁过去到现在拢安尼做啦吼。所以下姊妹今日透过上帝的话，安怎无一项无落空，上帝因一人会当追赶千人。但是咱过来要看士师记，如果若掠无条，就士师去，安尼了解吼。咱的生命毋是士师去，是赢，是得胜的人生。相信这位上帝讲的话，拢是实在，无一句落空。你遵守，这就真要紧。约书亚。摩西甲伊交代了后，对吧？你勇敢壮大。伊即马掠这个话嘛是甲这百姓讲，勇敢壮大，无偏左，无偏右，无偏离上帝的话。即马邀请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来回应上帝伫咧生命中，咱有真侪这恩典啊，所以咱都爱掠条条啦吼。伫你困境的时阵，耶稣甲你三甲做伴，无离开你啦。主耶稣引出阮的脚步，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风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寒。我一生决心要跟伊行，伊的听愿放伫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家己会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着快活，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袂知影。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手出感恩的歌声。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袂知影。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手出感恩的歌声，为手出。为手出感恩的歌声。兄弟姊妹，上帝知影你拄到的挑战特别要开刀的，要疗程的主拢知影你会通承受偌济面对亲人的死失，主知影你会通承受偌济，主知影你的亲人会通承受偌济兄姊妹，主嘛知影你拄长可能伫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人生道路在面对挑战。主知影乌克兰这基督徒、这百姓因的挑战，
我相信也甲因三同在哦。主这时也甲恁三同在，咱做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约书亚伫这世人的征战，拄着最的这困境、失败、软弱，总是主你的话不断地提起，你都要对调，你都要挖靠我。我的话就正做你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我的话就正做恁得胜的一个准绳溃烂。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透过这段的圣经，搁一遍提醒阮面对人生最这征战的事。一个真要紧的重点，就是你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甲阮三甲同在。迄个同在就带来你为着阮来征战，你保护阮、医治阮、供应阮。感谢主，互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我会通照你的话，尽力去行，尽力去接受，直到阮面对迄个有限的赛局结束的时，阮知影，因为耶稣，阮会通进入到伫迄个无限的赛局内底。感谢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举行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意义，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谢。我的生命献给你，做你路沿高之时，是个美丽献给主，归阳光你万里光。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做最切用，我靠也为你献，小小推你脚步声，我的声音好你用，欢喜我落主无停，我献吹顿来叮当，不断好音来叫人请起立。我的只有献给你，演出龙盘的情。我的在这的小手，甘愿向你做祈祷。阿门。搁我爱上帝，阮感谢主，阮感谢你学了你。主，你互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面头前，互阮三甲聚集伫这所在，伫这圣殿，要听到你的声，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主，阮虽然有拄着时常会拄着恶担当，拄着困难的代志，但是因为有主你的疼，有主你的保守，有主你的同在，互阮会当坚心倚靠主，无得到摇拽。主，阮的感谢，主，阮担要献上阮的金钱、财力、甲时间，为主你所路用。主，阮的感谢学乐，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请坐，这时请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家，毋知道头一遍咱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啊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疫情已经有小可有放宽啦吼，所以对
3月初开始到3月底吼，咱伫外口的运动上面吼，会使小可毋免戴喙罨吼。这对牧师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主理的人吼会当小可免挂喙罨嘛，总是坐下骹的人还是爱挂啦吼。咱有一寡这防疫规定吼，就这个聚会时间请咱家己来看。2月13，咱会员合会补选出有1名长老是第二组接受林秀玲。这拢是新年金对2022到2025吼，定伫后礼拜3月7日主日的礼拜中间来就任。对选举结果有异议的，请伫今仔日进前稍微来提出。主日有咱的圣礼典吼，所以线上兄弟咱有要来圣礼典有报名跟信礼甲消息室吼，请咱伫3月初5暗时8点啦吼，8点伫501的会议室来问道理。咱小员6点开小会。第三场的礼拜吼，咱有开始对顶礼拜开始11点到12点伫楼顶，嘛中间有一个见证啦吼。咱教育部有推动这门徒的培训的行动，咱对3月初6开始到伫5月29吼。有这门徒的列车咱开始火车要起行咱对3月初6下昼2点到4点这是每礼拜下昼除了3月12咱因为有门徒营请咱各小组咱兄弟你若有洗礼过，咱做伙来报名。有邀请嘉义山前主任牧师黄连成牧师咱迄天3月12下昼2点到4点是门徒列车，4点一直到伫暗时迄场下礼拜到7点7点半左右是有这个专题咱请黄连成牧师来分享。对其他就是咱礼拜下昼2点到4点有这个课程邀请咱。特别咱这领袖一定爱参加。咱有伫这个市立图书馆，疫情较放松有这医疗咨询的同工伫迄中间的服侍。咱社区有办这个歌舞班伫3月11有这个成果的发表。所以请咱牧区，因为有这个迷信的入来咱就爱甲因做伙熟悉啦，建立关系这迷信者拢来到咱头前咱这个一期一期的结束的中间，咱望透过这甲因建立好的关系。好消息咱这长者可能伫最近伫厝安尼踮甲咸要生菇臭屁去安尼啦所以3月初开始政府已经有来文讲会当开始据点总是爱有注2剂疫苗你早你的健保卡，因为即摆拢爱用健保卡去连线好，咱的上年大学嘛，对3月初开始第一学期有即个开学所以满50岁以上的毋是讲满50岁你就老啦，毋是安尼啦是即摆人较提早有退休啥物所以互咱有一寡这学习的机会。夫报名会奖励200块人注疫苗了看小200块，赶紧去做你若看到这200块，赶紧来报名来，咱那个每次节请你徛开伫咱楼顶啦区美伫姊妹伫伊的先生伊的先生因姊妹拢伫遮做礼拜啦妹妹仪容仪容嘛拢转职来佫有伊后生志伟对日本转来咱嘛伫咧中间特别为着伊的爸爸于学仁兄弟长岁寿啦，感谢主我看真正平安，哪像困去安尼定伫请坐请坐定伫3月7、8要伫桃园殡仪馆志德堂来举行入庙，个别拢伫迄个所在火化
3月70 9点要伫道德生命纪念园区举行手作，求主来安慰这个家族来帮助因。有些人兄弟嘛有信主啦，所以咱会当协助用这款的教会方式来举行。好，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来念台语的金句念2遍，做伙来。所以恁着加倍勇敢，重视遵行摩西律法一切所有的记载，唔通偏左偏右。约书亚记23章60搁一遍。所以恁着加倍勇敢，重视遵行摩西律法一切所有的记载，唔通偏左偏右。约书亚记23章第6节。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第396首祝福的诗，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牧师来教导。踏遍山会求主赐福，好我心中上快乐。大家人亲爱互助，欢喜阮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坚决往耶主带路。因更冠冕归主生命，总完心志免惊吓。一日团保宝贝修行，4月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多几做个定，教会婚姻对阮做起，所受灵阮那家己。阮的信心求主帮伞，那古那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有等充满同世间。当心祈祷，领受上帝所祝福阮的信心，哪来哪坚固。有主你来锻炼阮，亲像黄金落花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无改变的疼，亲像顶摆的四面来固守恁。愿圣神来相通感动，互恁大家伫主上帝话无偏左无偏右，会当领受伊的同在甲祝福，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咱默祷。咱的礼拜就到这彼此来祝福上帝赐福咱一礼拜，拢有主的恩赐平安。